可以幫我啊？你好，我係權益先鋒隊嘅權哥，專門幫工友撐腰㗎。我係益妹，專治各種權益不服。今日有乜 case？我老闆2個月冇出糧啊！我上有80歲阿媽，下有2歲個仔，我哋真係冇錢開飯啦，冇陰功啦！權大狀，你一定要為民女主持公道啊！呢位夫人，請勿憂慮。來者何人？狀告何事啊？大人，呢位夫人嘅茶樓2個月冇出工錢啊！上有80歲娘親，下有2歲嘅蘇蝦，而家冇米開飯，真係陰公豬啊！大膽！居然光天化日之下欺負勞工婦女，嚟人，幫我將佢緝拿歸案。太好啦，犬兒，我哋有飯食啦！冇咁誇張，僱傭條例第23條幫到你㗎。工資支付期限必須喺工資期屆滿7日內咧支付。僱主咧如果冇合理理由拖欠，即屬違法。咁點算啊？我哋勞服中心可以免費法律諮詢，協助跟進勞資糾紛同埋工傷個案，協調工會處理大型勞資糾紛。最緊要係記低所有證據。各位打工仔記住啦，如果你被拖糧、無理解僱、OT 冇補水，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撐你，免費法律諮詢，幫你追討欠薪，陪你去勞工處同埋勞審處落案，仲有工傷援助同埋就業支援。記住，權益係你自己爭取嘅，即刻打嚟工聯會，我哋同你企硬。權哥，你要幫幫我啊！我哋係黃竹店執笠啦，做咗幾十年嘅大品牌，話執就執，我收唔翻最後1個月嘅糧，不過唔係好多嘅，大概15000蚊咁咯。吓？你做咗幾十年，唔止10000蚊啊話？僱主如果無理炒人，又或者公司結業，係要俾長期服務金俾工友噶。1日得1 9加81，中間唔記得。我俾你計咗啦，你應該可以攞到咁多噶。原來有咁多㗎，好彩嚟揾你幫手咋，如果唔係都唔知點攞翻咁多錢啊！你點解會咁犀利㗎？因為爭取勞工權益，我哋係專業嘅。而家香港經濟環境唔明朗，近期咧亦都有唔少酒樓食肆結業，私人工程減少，嚴重影響到飲食同埋建造行業嘅失業率攀升。所以我哋工聯會一收到信息咧，即時咧協助工友，維護每個工友嘅權益，同時亦都唔放過任何一個嘅無良僱主。我哋團結一致，一定可以再次創造香港各行業嘅輝煌。香港工聯會自成立以嚟，始終堅守撐勞工、為基層爭公義嘅宗旨，透過屬下嘅各行業工會、勞工服務中心以及議員辦事處，全方位保障打工仔嘅權益。喺權益保障方面，工聯會提供免費嘅法律諮詢服務，專業嘅團隊唔單止可以協助處理勞資糾紛、欠薪追討以及工傷索償等等嘅個案，更加能夠陪同工友參與交涉，確保權益不受損害。喺勞工政策方面，工聯會權益委員會自1982年成立以嚟，持續推動多項重要嘅勞工政策，包括成功爭取延長產假至14週、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、統一法定同埋勞工假期至到17日等等嘅里程碑成就。同時，工聯會積極跟進最低工資1年1檢、惡劣天氣停工安排同埋標準工時等等嘅議題，致力完善本港嘅勞工權益保障制度。喺實際權益維護方面，工聯會多年嚟成功協助處理多宗嘅重大勞資糾紛，為受影響嘅工友爭取合理權益。為應對經濟下行對就業市場嘅衝擊，工聯會特別設立工人互助自救基金，
為長期失業嘅工友提供即時援助，同時成立專責小組監察抗疫基金嘅運作，促請特區政府推出失業現金津貼，以及創造更加多嘅就業機會。工聯會始終秉承服務市民走在前嘅理念，從政策倡議以及實際嘅支援，全方位咁同打工仔並肩同行，共同建設更加公平、更加有保障嘅工作環境。